今日好開心啊！對於中意 shopping 嘅嚟講咧，今日真係你瞓着你都笑醒啊！平靚正。今日呢一個超市咧，就係日本永旺集團吉之島旗下嘅一個超市。經過咗1個月嘅試業咧，今日正式開業，所以一早我就落嚟湊下熱鬧，順便買翻啲嘢。因為今日都係非常之平啊！嗰啲榴蓮啊、金枕喎，19.9毫子人民幣啊！中唔中意？佢哋中意食嘅話，哇，大去買啦，好正啊！嗰啲新鮮豬肉，新鮮㗎，唔係洛杉磯嗰啲 frozen 啊，新鮮豬肉，哇，9蚊9毫子人民幣，即係幾多錢啊？個2人錢美金咋，1斤啊，1斤喎，唔係1磅喎，哇，真係瞓着都笑醒嘅，呢啲就係佢啲豬肉係鮮甜嘅，你用嚟煲湯煮餸，哇，一流啊！平時已經夠平㗎啦，佢今日仲要係平上加平，益街坊。你睇下幾多人，幾墟冚，哦，夠 happy 啊，夠 happy！個個都唔驚死執輸啊，個個都買到滿滿嘅。咁當然啦，我一定要買翻啲嘅，我好中意煮餸啊嘛。咁啊，買翻啲靚嘅肉頭整叉燒，靚嘅豬肉我嚟煲湯 ，perfect， 真係開心啊！哇，今日嘅人潮絡繹不絕，你睇下。9蚊9毫子人民幣1斤，30幾蚊人民幣，幾靚嘅新鮮豬肉啊！好啦，又同大家分享咗啲開心事，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